年少成名，被譽為最美岳靈珊，但又因為捲入翁美玲輕生事件而背負咗幾十年嘅罵名。佢曾經同無線五虎之一嘅苗僑偉譜寫長達7年嘅坎坷戀歌，甚至一度俾梅艷芳介入。半生風雨過後，佢卻坐擁億萬身家，同老公恩愛如初，成為香港娛圈少有嘅模範夫妻。佢就係戚美京。戚美珍由細到大，父母都係做眼鏡生意，家境富裕，由細到大不愁衣食。喺當年嘅香港，戚美珍雖然稱唔上大富大貴，但絕對係喺溫室入面湊大嘅細路女。細個嗰陣，佢性格活潑外向，好似男仔咁好動，完全冇傳統大家閨秀嗰種做作。不過，命運最得意嘅安排，往往係由唔經意嘅鄰里相遇開始。戚美珍屋企樓下開咗間細細地嘅眼鏡鋪，鋪頭對面住咗一個第日會改寫香港電影史嘅大男孩周星馳。據戚美珍後來回憶，周星馳當時根本冇近視，但成日揾藉口走入鋪頭扮配眼鏡，為嘅就係想睇多佢幾眼。兩個人漸漸成為要好嘅玩伴，經常一齊去打保齡球、睇戲。呢份橫跨咗大半輩子嘅友誼，為日後戚美珍成為周星馳演藝路上嘅貴人埋下咗伏筆。但當時嘅戚美珍並冇急住去做星探，佢自己首先踏足咗娛樂圈。1981年，得19歲嘅戚美珍參加咗香港無線電視第10期藝員訓練班嘅招生。嗰年同佢一齊踏入呢個門檻嘅，仲有後來成為巨星嘅劉德華、梁家輝同徐錦江等人。用而家嘅眼光睇，呢度簡直就係巨星嘅搖籃。訓練班報名嗰日，戚美珍住一身紅衫出現，即刻令全場譁然。當時嘅苗僑偉咁啱被派去做接待，佢一見到呢個女仔就眼定定望到實，身邊嘅人紛紛驚嘆：快睇快睇，靚女啊！雖然苗僑偉比戚美珍早1年入訓練班，算係佢嘅師兄，但係嗰一刻，成熟嘅種子已經悄悄埋低。畢業之後，戚美珍順利簽約無線，被安排主持金牌綜藝節目《歡樂今宵》。佢同景黛音、廖安麗憑住出色嘅表現，一齊被稱為《歡樂今宵3小花》。但戚美珍儼然唔滿足於只係做一個搞笑綜藝嘅花瓶，佢嗰張極具古典美嘅面龐同一對靈氣逼人嘅大眼睛，注定佢天生就係為古裝劇而生。1982年，戚美珍主演咗處女作《飛越18層》。呢套戲唔單止係佢事業上嘅敲門磚，更加係佢同苗僑偉紅線牽緣嘅開端。1984年，佢同周潤發搭檔主演古裝武俠劇《笑傲江湖》，係劇入面飾演嘅小師妹岳靈珊大受好評。直到今日，好多老劇迷依然認為戚美珍版嘅岳靈珊係史上最經典嘅版本，將天真爛漫同後期嘅妻婦演繹得淋漓盡致。亦因為咁，佢同張曼玉、黎美嫻、陳玉蓮、曾華倩等人並稱為無線五美，成為當年 TVB 嘅鎮台之寶。戚美珍同苗僑偉嘅感情故事，遠比佢喺熒幕上演過嘅任何一套戲都要複雜同漫長。1982年拍攝《飛越18層》嗰陣，兩個係劇入面飾演情侶，長時間朝夕相對，令原本只係師兄妹關係嘅兩人產生咗超越劇本嘅好感。但呢一段感情並非一帆風順，當時嘅苗僑偉身邊有一位叫姚鳳詩嘅女朋友，而戚美珍身邊亦唔乏追求者。劇集開拍冇耐，戚美珍留意到苗僑偉同女友已經領到盡頭，幾日之後，報紙就登咗兩人分手嘅消息。冇咗第三者身份嘅顧慮，加上拍戲週期長達2-3個月，兩個係收工之後嘅宵夜時光同埋護花送返屋企嘅路上，感情迅速升溫。苗僑偉後來自己笑住話，當時係劇入面個角色本身就好中意戚美珍，佢可能係入戲太深，唔覺意就將角色嘅愛意帶咗入現實。然而呢對金童玉女嘅相處並唔係成日都咁甜蜜。戚美珍雖然外表睇落溫婉柔弱，但實際上性格非常剛烈，脾氣火爆，做嘢一板一眼。而苗僑偉就係典型嘅瀟灑隨性，兩個人嗌交嗰陣互不相讓，成日陷入冷戰。後生氣盛嘅兩人過咗熱戀期之後，因為性格上嘅巨大摩擦，喺1984年前後經歷咗一次痛苦嘅決裂。
苗僑偉同戚美珍分手之後，感情世界並冇空白過。1984年，苗僑偉同百變天后梅艷芳合作拍電視劇《香江花月夜》，當時嘅梅艷芳啱啱係歌壇嶄露頭角，呢套亦係佢唯一主演嘅電視劇。兩個喺拍戲過程中志同道合，因戲生情，自然而然咁拎埋一齊。呢段戀情曝光之後，引發咗好大嘅輿論風波。好多梅艷芳嘅粉絲認為，戚美珍先至係導致兩人分手嘅第三者同狐狸精，指責佢介入咗苗僑偉同梅艷芳嘅感情，令戚美珍嘅人氣一度嚴重下滑。但事實上，苗僑偉同梅艷芳嘅戀情非常短暫，雙方好快就因為緣分唔夠而各領各路。苗僑偉多年後上綜藝節目，罕有地提起呢段舊情。佢坦誠咁講，1984年同梅艷芳確實有過一段感情，但對於分手嘅原因就唔願多講，只係話咗4個字：緣分唔夠。佢補充話，自己同太太嘅緣分顯然多好多。對苗僑偉嚟講，係戚美珍同梅艷芳之間，佢最終都係做咗選擇。佢認清自己嘅心意，同戚美珍重修舊好，之後再都冇動搖過。更令人唏噓嘅係，後來戚美珍同苗僑偉喺1990年舉行盛大婚禮嘅時候，梅艷芳唔單止冇因為當年嘅感情瓜葛而對兩人有芥蒂，反而大方出席婚禮，送上真摯嘅祝福。呢份大度同體面，亦令戚美珍介入嘅謠言不攻自破。如果話同梅艷芳嘅三角戀令戚美珍孭上咗狐狸精嘅罵名，咁1985年翁美玲嘅輕生就差啲徹底摧毀咗佢嘅事業。1985年5月14日，邵黃蓉、翁美玲喺屋企開煤氣輕生，得年26歲。消息一出，成個香港娛樂圈為之震動。喺公眾嘅悲痛同憤怒之下，一定要揾到一個發洩嘅出口。而戚美珍唔好彩成為咗被推上審判台嘅靶心。事件嘅導火線同苗僑偉有關。喺翁美玲輕生之前，翁美玲曾經同苗僑偉多次合作拍戲，由於兩個係熒幕上嘅形象太合襯，一度俾媒體炒作成金童玉女嘅熒幕情侶。戚美珍作為苗僑偉嘅正印女友，難免會唔高興。據媒體報道，翁美玲曾經直言不諱喺媒體面前提起自己同苗僑偉嘅緋聞，雖然佢事後拎住雜誌俾戚美珍睇話自己清白，但反而令戚美珍更加嬲。更致命嘅係1985年5月11日，即係翁美玲離世前3日，苗僑偉為咗排解朋友湯鎮業嘅鬱悶，約咗湯鎮業去淺水灣游水。同領嘅仲有戚美珍同另一名無線藝員吳君如。嗰陣時嘅湯鎮業正係翁美玲嘅男朋友，而且兩人感情已經處於破裂邊緣。戚美珍同湯鎮業喺度玩水嬉戲嘅相俾媒體影到之後，輿論瞬間炸開。公眾猜測，戚美珍係因為妒忌男朋友同翁美玲嘅 CP 二度，所以特登喺背後玩手段，甚至勾引湯鎮業嚟報復翁美玲。雖然事實上，翁美玲嘅離世更多係因為佢同湯鎮業嘅感情問題，以及佢對人際關係嘅敏感同孤獨。但係個個資訊爆炸嘅年代，戚美珍百詞莫辯，無高貝禍，佢嘅事業因此遭受重創，一度被推向深淵。經歷過感情上嘅離離合合，以及輿論場上嘅狂風暴雨，戚美珍同苗僑偉嘅感情反而喺磨難中變得更加堅不可摧。1988年，戚美珍約滿後轉投亞洲電視，事業重心有所調整。1990年，呢對相戀多年嘅愛侶終於修成正果，舉行咗盛大婚禮。呢場婚宴轟動咗成個香港娛樂界，酒席豪擺80圍，嘉賓名單上囊括咗黃日華、譚詠麟、曾志偉等半個娛樂圈嘅名流。結婚之後嘅戚美珍做咗一個令無數觀眾惋惜嘅決定，淡出娛樂圈。1992年，佢徹底放低演員嘅身份，回歸家庭相夫教子。好多人以為佢只係想過富態生活，但其實佢成為咗苗僑偉喺商場上最堅實嘅後盾。苗僑偉婚後揀咗淡出演藝圈，轉行重生，創辦咗麗視眼鏡連鎖店。因為對眼鏡行業完全唔熟悉，創業
業第一年嘅營業額仲唔夠50萬港幣，經營狀況岌岌可危。喺呢個最艱難嘅時刻，戚美珍冇抱怨，反而變賣自己嘅首飾，甚至向娘家借錢嚟填補生意嘅窿。佢笑笑口安慰壓力巨大嘅苗僑偉：最多我哋返去 TVB 拍劇咯。呢份支持俾咗苗僑偉極大嘅底氣。係兩人嘅共同努力下，眼鏡鋪逐漸上軌道，生意愈做愈大。最輝煌嘅時候，苗僑偉嘅眼鏡連鎖店喺香港擁有50幾間分店，年營業額高達3.2億港幣，成為香港數一數二嘅眼鏡零售品牌。戚美珍亦從一名當家花旦，完美蛻變成為一位精明能幹嘅商界女強人。由演藝明星到商界大亨，戚美珍同苗僑偉嘅身家自然野鳥。多年嚟，兩人極之擅長投資理財，尤其係房地產市場上眼光獨到。佢哋喺香港持有大量優質物業，包括位於中環嘅過億豪宅。據媒體報道，苗僑偉夫婦嘅資產版圖唔單止局限於香港，仲遍佈海內外。不過，巨大嘅財富亦俾呢對老夫老妻帶嚟過風波。喺2025年年底，香港媒體突然爆出苗僑偉同戚美珍係街頭激烈爭吵同拉扯嘅新聞，之後分別一詞登上二手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今次衝突嘅導火線係苗僑偉喺澳洲一次礦業投資失利，賬面瞬間蒸發咗3億港元。為咗填補現金流缺口，苗僑偉靜雞雞放售位於中環嘅過億豪宅，但冇預先知會太太。戚美珍發現之後情緒失控，即刻叫搬家公司嚟點算自己嘅物品。兩人喺街頭對視，一時間關於呢對35年模範夫妻要離婚嘅消息傳到沸沸揚揚。但風波過後，兩人似乎再次透過溝通化解咗矛盾，延續咗床頭打交床尾和嘅相處模式。戚美珍同苗僑偉生咗一對仔女，大女苗彤自變 1991年出世，細仔苗俊 1993年出世。為咗俾細路仔更好嘅教育同成長環境，戚美珍好早就決定成家搬去加拿大。而家大女苗彤已經34歲，佢並冇因為老豆係無線五虎而享有特權。大學畢業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嘅佢，畢業之後由幕後轉向幕前，自己一個喺美劇圈打拼，憑自己嘅實力參演咗《上載新生》等作品，從來唔靠老豆嘅光環走捷徑。細仔苗俊今年32歲，同樣係加拿大讀完書之後揀咗留喺當地發展，做視覺設計工作。苗俊外形高大健碩，仲係一個高爾夫球高手，曾經同爸爸一齊參加慈善高爾夫球賽，仲攞到團隊第2名。兩個細佬都已經大個晒，喺加拿大定居。戚美珍同苗僑偉而家過住雙城召喚嘅悠閒生活，一年裏面有半年時間留喺香港處理生意、陪客老友，剩低半年就飛去加拿大溫哥華陪仔女，享受家庭樂。雖然戚美珍息影多年，但外界對佢嘅關注從未減少，尤其係佢嘅身體狀況，每隔幾年就會成為媒體焦點。喺息影做家庭主婦嘅日子入面，戚美珍曾經一度因為生活安泰而幸福肥，體重暴增至145斤，俾老友譚詠麟開玩笑咁叫肥親。雖然苗僑偉完全唔介意，仲護妻話呢啲係幸福肥，但戚美珍為咗健康決定減肥。2009年，佢突然暴瘦，瘦咗接近50斤，一度被外界傳話患重病神秘入院。後來佢親自接受訪問澄清，話自己身體健康，只係因為堅持做運動減肥先至瘦落嚟。值得一提嘅係，佢曾經係一個有20年煙齡嘅老煙民，減肥成功之後，為咗進一步保持健康，佢公開話要戒煙。喺2024年同2025年嘅幾次公開亮相入面，戚美珍嘅身形睇落依然比較瘦削，面上皺紋明顯出老態。相比之下，上年堅持健身同護膚嘅苗僑偉睇落反而更加靚仔有型。喺2026年初李燦森屋企嘅聚會上，64歲嘅戚美珍素顏出鏡，兩鬢同頭頂已經花白，但佢坦然接受歲月嘅痕跡，冇刻意修飾。
近年嚟，隨住戚美珍同苗僑偉年紀漸大，加上一對仔女都係國外定居，坊間有傳聞話戚美珍早已立下遺囑，將大部分資產留俾遠在加拿大嘅大女同細仔。雖然兩人並未對此作出公開正面回應，但係2025年個場婚變風波入面，戚美珍急召搬家公司點算個人物品嘅舉動，令外界聞到一絲係財務上縱橫切割嘅氣味。今日嘅戚美京已經唔再係個係熒幕上經驗咗時光嘅絕代佳人，亦唔再係個係輿論風暴中掙扎求傳記柔弱女子。佢早已修煉出一顆寵辱不驚嘅強大內心。由街頭眼鏡鋪嘅清純少女，到 TVB 萬人追捧嘅當家花旦；由孭住萬名嘅狐狸精，到坐擁億萬身家嘅商界闊太，戚美珍呢一 sell 係大時代浪潮下個人浮沉嘅縮影，亦係香港演藝圈黃金一代嘅傳奇。佢證明咗美貌或者可以打開一扇門，但真正可以令人喺歲月洪流中站穩陣嘅係不離不棄嘅堅守，共埋面對流言蜚語時個火硬正如鐵嘅內心。